曾在美国米其林餐厅工作的吕正伟，在学成之后，怀抱着理想，回到母亲的故乡台南，创立了错边 NBR 餐厅，将充满法式的灵魂注入日式料理当中，并以御节料理形式，将美味与祝福透过料理送到每位消费者面前。我们餐厅是秉持着一个就是一菜一酱的概念。那在这个同时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就是让客人有不一样的料理的体验。那这种料理又很像是中餐的一个合食的一个方式，但同时也有就是西餐的一个就是一道菜一道菜的一个概念。那又不会像西餐就是说为了一道菜吃完下一道菜再等下一道菜，可以一次有4种不同的料理方式去做一个体验跟感受。御节料理的每个木盒中有4道料理，一盒吃完再送上一盒，总共3层。从冷盘、前菜到主餐，每道料理从摆盘搭配到食材选用，都能看出吕正伟的用心。其中看似简单的烤菠菜，更是让消费者印象深刻。就菠菜一般我们都会就是用炒的还是水煮的，然后它是有烤过，所以有一点那种炭香的味道，然后加上它上面有一点爆米花。很特殊的、很多元、很有层次的口感，这样。一刀切下，看得出粉嫩肉质。不过这可不是牛肉，而是较少见的纽西兰和羊。与一般的羊肉比较起来，和羊的肉质更软嫩，且没有羊骚味。一般只有听过和牛，没有听过和羊。对。所以，比方说你刚才吃下去的第一口口感，你自己觉得如何？很嫩，而且完全没有羊骚味。纽西兰一个农场叫 Lumina， 那他们会是用比较特殊的饲养方式，还有喂食的，就是饲料给羊，让他们去使用。那他们对于每一个关节都很就是把持着就是严格的把关，然后在肉上面的就是整体性质上面不会像大部分的羊肉会有一些羊腥味或者羊骚味。吕正伟以可以讲究何必将就的料理哲学，在台南东区小巷子内开了这间小小却充满人情味的错边 NBR 餐厅，并以台南目前较少见的御节料理出餐方式，可以一次品尝到10多种菜色，加上吧台就是半开放的空间，消费者可以看到厨师料理的过程，相当有特色。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